我是人类，很大的人。谁呀？好夸张哦！太夸张了啦！很深刻。这次最好笑，会躺平。躺平在那里。躺平，然后再辞职。这次又在拉筋的。哦。再弄他的牙齿。好可爱。有点慢。我是真大人。然后呢？后面那一只就是小波浪，他是长老。因为那两只都不怎么贪吃哎。